好来，乡亲继续要来看的是台南龙家牛埔年岩园区有梦幻湖之称，即卖正咧做第2期清土整地的工程，10月份就会来完成，希望会当来活化着龙洞水窟，同时来保持着月世界特殊的地质美景。台南龙家牛埔年岩园区正进行整地工程，要恢复龙塘原有的效能，同时更加要保持特殊的自然景观。用好伊水，我都蓄水，用过治洪，发挥也好个吼，无论是生态方面也好，或者是那个对于整个文化面的一个传承哦，这是一个真需要的工课。即摆进行是第2期工程，采用水上平台搭配怪手的方式，虽然成本较悬，也无对环境影响较少。加上边的步道设施，总共会动用1060万的经费。过来就是咱这个步道的修复了，搁一寡指示牌吼，咱希望是这期的工程内底，拢总经费吼，拢总就是1060万。这个经费用好好啊，甲运用，无论伫清疏也好，伫咱这个步道也好，紧来甲伊完工吼，来提供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吼，紧来有一个休闲的好所在。整体工程估计要伫10月进前完成，希望讲，和这个有梦幻湖之称的所在，未来会使搁较水，同时会使创造搁较侪防灾甲保育的功能。